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以直奔他的道路彼此勉励。经文诗篇119篇32节，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Misaizar gaku mihaglong to limod isu nauhani umamatungar isu ko sekafana aku.I will run the way of thy commandments, when thou shalt enlarge my heart. 诗篇119篇是整本圣经中最长的一篇诗篇，也是最深刻表达人对神话语渴慕的一篇诗。诗人一再提到神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、与训诲、西法纳。然而当诗人说出你开广我心，我就直奔这句话时，他并不是在顺境里说的。从上下文可以看出，他其实正在困难与压力之中，他的心感到拥挤沉重，好像被环境压住一样。因此他向神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开广我的心。开广在原文里有扩张、拓宽的意思，好像一条原本狭窄的小路，被神拓宽成一条可以奔跑的大道。这提醒我们，人很多时候不是不愿意爱神，而是心太窄；不是不知道神的话，而是心里面没有力量。所以诗人知道一件事，只要神开广人的心，人就能奔跑神的道路。什么是直奔他的道路呢？圣经没有说慢慢走，而是说直奔。奔跑表示一种喜乐、甘心与迫切。当人的心被神开广时，信仰就不再只是勉强维持，而是充满生命力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信仰像是在拖着脚步，聚会有空才来，服事方便才做，祷告有时间才想起来，奉献是有多余能力才拿出来。原因往往不是因为我们不信神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心被许多烦恼事情挤满了。有一位70多岁的老弟兄，一生务农，年轻时平日早出晚归，辛苦务农养家，觉得来教会只要主日聚会就好了。退休之后，偶尔他听到这节经文，你开广我心，我就直奔。他回家向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一生为田地奔波，却没有真正为你奔跑，求你现在开广我的心。从那天开始，他每天清晨起来，跟着教会晨祷会的弟兄姐妹早早起到教会一起祷告。在那里，大家为儿孙、为教会热切祷告。他从习惯早起上田工作，转变为上教会晨祷会，偶尔也常常闲逛来访村里好友，甚至软弱的弟兄姐妹。就这样过了几年后，他说了一句很感人的话，我腿跑不动了，但我的心在奔跑。他的儿孙因着看见他的生命改变，慢慢也受激励，一一回到教会。这是何等一件神开广人的心所带来的生命改变的一幅画。特别对许多在乡下养老或务农一生的弟兄姐妹来说，属灵生命没有退休。种田的人都知道，土地若不翻土就会变硬，果树若不修剪就不结果。同样的，当神开广我们的心，我们仍然可以为儿孙祷告，为教会守望，用生命见证神的信实。这样的生命
就是在神面前奔跑的生命。今天神也在对我们说同样的一句话：当我开广你的心，你就能奔跑我的道路。也许我们现在觉得自己信心小，力量小，年纪大了，觉得能做的不多，但神不先看能力，神先看人的心。当神开广我们的心，祷告会变得甘甜，顺服会变得喜乐，服事也会变得很自然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有3个回应。第一，每天固定一段时间亲近神。第二，为儿孙与教会持续祷告。第三，用爱心关心一位身边的人。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些小小的步伐，神就会慢慢开广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在他的道路上奔跑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的心常常狭窄，也常常容易被环境压住。求你开广我们的心，使我们重新得着爱你的力量，让我们不只是勉强维持信仰，而是真实的在你的道路上奔跑。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，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